今日我哋睇蘇瑤現樓。蘇瑤地址位於旺角豉油街63號，單位總數有120伙。發展商係進和及益兆集團，喺2024年嘅6月入伙，校網係32。咁佢喺1、2層呢就會係商鋪嚟嘅。發展商開放咗18同19樓。第一間係18樓嘅 C 單位，實用152尺。平時呢畫面都會放啲平面圖啊，咁呢間一眼睇晒我就冇整啦。客廳嘅面積約47尺，其實面積只係大過出面露台及工作平台9尺左右。我個人呢就覺得咁細嘅單位啊，一定要起個露台。租客住落去啊，感覺都冇咁壓迫啊！我哋出去睇下個景，呢度向南望返鴻都大廈，向東花園街方向嘅景觀會好啲。洗衣機放出露台，雖然呢度咁細啊，但係我哋睇返最近嘅租務成交，呢個戶型嘅單位係租到10500至12500嘅。浴室都唔錯啊，比例上算大，仲要有窗。而家個窗呢係霧面處理咗，收樓時候呢會有個遙控，可以控制玻璃轉返正常。我哋睇埋廚房嘅細節位，送埋堂梯俾業主，都 OK 啊，有個細雪櫃。第二個係 A 單位，實用228尺，呢個戶型嘅開放式有趟門，可以自製一房。呢個趟門拉埋就可以區分出睡房嘅位置。呢個 L 型嘅窗幾好啊，可以睇晒兩邊嘅城市景觀。
我企埋入去俾你哋感受下個空間。最後一間係 B 室，實用168尺。呢間開放式呢，好過第一間 C 室啊，客廳會大返啲嘅，而且景觀呢都會開揚啲。今次呢個鏡櫃就得返一個，咁個人覺得做上頂會好少少。最後我哋睇埋後樓梯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呢有幫助啊，記得 subscribe 我哋啊。咁多謝你哋睇我哋嘅 channel。